从不跟他说了不呗？哪有？俺去他别在呗。啊，别在就说，我这样想是你接不点哎，我用嘛，你当。哎呦我的妈！这，那不这撑的嘛？别在哪里？你修嘞？阿嘞，我那下，我那光嘛有呗。儿子，光说不了他们多。这中国的最多。就是听这个，特里你嘞，装备这个啥的，我来多啊。啤酒他妈。抖音。